大家好，我係中意講賽馬同埋打機嘅 ED。作為一個中意打機嘅馬迷，應該都會聽過賽馬大亨 Winning Pool。呢個日本知名嘅遊戲品牌已經32年嘅歷史，我係從佢第7代開始玩起嘅。起初我都係唔識乜嘢配種，只係順其自然咁將手頭上有乜嘢母馬，揾一個評價高、爆發力強同埋冇危險嘅公馬配對嘅，緣分一到呢，自然就有強勁嘅馬匹噶啦。除此之外，呢個模擬馬主嘅遊戲亦都可以自行購買當年嘅日本馬王，包括有皇帝、魯道夫象徵、小律武、大震撼呢啲知名賽區。得到咗之後呢，基本上都係橫掃嗰一年呢嘅1級賽噶啦，亦都可以幫當年嘅賽區呢係圓夢嘅。透過遊戲幫助愛區呢實現馬迷心目中嘅夢想。自第8代開始，我決定嘗試遊戲特色之一配種計劃。透過配種計劃，可以有系統咁樣培育高質素嘅母馬群，從而咧可以實現將精英大師、金槍60、浪漫勇士呢啲香港馬王拯救佢哋嘅下半生，成為遊戲世界入面嘅周日寧靜，即係最佳種馬咁解。雖然每一代嘅最強配種理論咧各有不同，但係有幾個配種理論咧係可以容易理解，亦都易於上手嘅。我都會將每個步驟咧進行實踐配種規劃嘅，可以幫助到新手朋友咧打下基礎，製作最佳嘅種馬，亦都將愛區嘅名咧可以留翻喺血統表度嘅。血統規劃最重要咧係學識咩叫做親系統、子系統。簡單理解為咧，親系統等於宗族，子系統咧就係宗族之下嘅家族。例如周日寧係親系統，旗下有子系統周日寧正、子系統大震撼、子系統黑潮。無論周日寧正、大震撼、黑潮嘅子系統咧，都係屬於周日寧正嘅親系統嘅。咁啊，下面咧都會有一啲咧係引號引住咧，就代表馬匹嘅名嘅。當黑潮同母馬配種之後，生咗北部園區。北部園區咧嘅親系統、子系統咧，子系統就會等於黑潮，親系統咧就等於周日寧正。但係當北部園區退役之後成為種馬，同母馬配種之後生咗春秋分，咁春秋分又係乜嘢系統咧？答案都係子系統係黑潮嘅，親系統咧係周日寧正嘅。直至到北部園區多年種馬生涯，誕生咗多匹1級賽嘅子嗣。北部園區喺種馬生涯退役前滿足到條件，因此成立咗子系統。北部園區成為家眾之一。春秋分嘅親系統、子系統就會改為子系統係北部園區，親系統係周日寧正。而周日寧正嘅親系統咧，就由3個子系統增加為4個嘅子系統嘅。自此咧，新手朋友咧就可以理解親系統同子系統嘅關係，而得出最簡單嘅理論。如果我要將金槍60延續血脈成為子系統，就要透過優秀嘅母馬群不斷咁樣同金槍60配種，因此誕下多匹嘅強勁子嗣。金槍60嘅子嗣有成績，自然就會有更加多牧場願意買金槍60嘅配種權。透過10幾年嘅優秀種馬成績而滿足條件之後咧，金槍60就會喺退役之前成立子系統，達成咗將金槍60嘅名字保留喺血統表入面嘅。我基礎配種計劃咧係由3個配種理論組成嘅。第一個係血脈活性化，第二個係母父優秀，第三個係活力源化因子，即係金銀馬。懂得運用上述嘅配種理論，可以做到穩定保持一定嘅爆發力分數同埋 B 級以上嘅評價。首先簡介下血脈活性化，繁殖公馬同埋繁殖母馬嘅第3代，即係爺爺嗰一代，需要有8個唔同嘅親系統先可以攞足100分。不過當實際玩嗰陣時咧，遊戲嘅初期咧係好難完美咁樣滿足到8個唔同嘅親系統嘅，因此我哋至少要保住4分，即係起碼要有6個唔同嘅親系統，呢個亦都係最基本嘅要求。第二項係母父優秀，意思係繁殖母馬嘅爸爸係一匹擁有金銀馬因子同埋至少擁有1個因子，最多有2個因子嘅賽區嚟嘅。擁有1個因子嘅爆發力咧就會加2分，2個就會加4分。而因子中咧，早熟、慢成、氣爛呢3個因子係無效因子嚟嘅，唔會有加分。第3樣係金銀馬，需要繁殖公馬同埋繁殖母馬，雙方嘅血統都同時擁有金馬或者銀馬，就可以有爆發力分數。例如繁殖公馬有2隻金馬、1隻銀馬，而繁殖母馬有1隻金馬、2隻銀馬。佢哋配種嗰陣時咧，最少有3分嘅金馬分數同埋3分嘅銀馬分數，一共6分。
如果繁殖公馬得2隻金馬、0隻銀馬，繁殖母馬有1金2銀，當佢哋配種嗰陣時咧，亦都只係得3分嘅金馬分數 ，total 3分嘅。因為繁殖公馬咧係冇銀馬，所以母馬嗰2分銀馬咧係冇辦法計算嘅。自此新手朋友們咧已經了解咗配種理論嘅規劃，未熟習嘅話咧，亦都可以不斷咁重溫影片。如果有唔明嘅地方，亦都歡迎留言交流，我都會盡量解答大家嘅疑難嘅。咁下一條片咧，我就會實際操作環節，新手朋友咧可以依照翻每個步驟啦嚟進行一次，從中理解咧配種計劃嘅核心要素。我哋將來咧亦都會用呢個基礎，再額外添加其他嘅進階理論嘅，未來可以保持翻配種評價咧係有 A 以上，爆發力咧係有25分以上嘅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各位支持。下次再見。